根据交通部民用局统计，今年1月到9月，有32.423架次飞行机起飞到降落到台北。对飞行机起飞、巡航到降落，有一定24点钟，点点咧守护空中甲地面安全的空中指挥官。家己要起飞降落机长做上尾仔确认，因就是空中的交通指挥者。要正做一个飞行管制员，无遐简单，就要经过国家考试，甲塔台模拟机系统训练，才会当正式就线。考试的录取的几率差不多是5%到10%，都要看每一年欠的人有偌济，差不多拢20到30人左右。对新人来讲，我感觉上困难的所在就是伊伫个实务训练的过程，因为伊爱直接面对着去管飞行机真正会拄到的状况。譬如讲，有当时啊，飞行机伊伫个天顶飞，也是讲伊个活动的时阵，零件歹去啊，还是讲飞行机长顶悬有病人需要急救，我感觉这是新人较歹面对的所在。要做一个称职的飞行管制员，除了反应爱紧，更较需要有冷静定调的特质。我感觉做一个管制人员需要有冷静的头脑，搁要有快速决策的判断，搁有一心多用的能力。因为当时啊，阮爱同时间做处理足侪代志的，对，所以我感觉一寡拢是爱管制员需要的能力。机长话一讲了，飞行管制员爱随飞行，半秒钟拢袂使丢除。就算雷达顶头会当显示飞行机位置，犹原爱根据机型、速度、间隔甲气候因素，做出正确判断。塔台飞行管制员是一个非常紧张、有压力的职业。有一届我伫个塔台工课时阵，有一台飞行机起飞无偌久，伊就讲伊的引擎着火啊。迄阵驾驶员伊就紧急讲伊要优先落地，对，所以阮就甲其他无相关的飞行机拢带走，而且阮阁爱通知机场的管理的单位，到阁有拍火车 standby。最后伫个大家人拢共同合作的之下，飞行机就安全落地啊，对，这是我拄着上紧张的代志。平常时，阮管制员的压力足大，所以阮爱需要透过一寡活动来去排解。比如讲，我就会去健身房，去游水，去外口行行的旅游、出国，我感觉拢是袂歹的方法。飞行管制员甲雷达管制员是属于交通部民航局飞行服务总台编制的人员。目前台湾有380个管制员。因为我是伫小琉球大汉，然后我出到台湾拢是坐船啊，所以我自细汉就对交通方面做有兴趣。那我大学的时阵嘛是读相关的科系，所以因为读大学，我才知影即个工课飞行管制员的工课。阮做工课的所在有3个时位爱轮，所以大概是有4个人来轮3个时位。那通常是做1点钟到1点半钟，然后休困30分钟。阮伫做工课时阵，阮来直直思考讲，我什么时阵爱安排飞机起飞，什么时阵爱指示飞机落地。这个过程当中会使互飞机安全，佮有效率的降落甲起飞，这个是这个工课上带我上侪成就感，所以是一直维持我直直做这个工课的动力来源。管制员是一个真有挑战的工课，希望有兴趣的少年人斗阵来加入大家庭，做飞来守护、看顾台湾空中安全。